隨住香港人口老化，長者同埋腦神經醫療服務需求日益增加。嘉諾撒醫院香港腦神經及老年科中心亦都應運而生，專為中風、認知障礙症、柏金遜症、先天或後天腦部受損等等嘅人士，提供全面嘅醫療同護理服務。過往本港缺乏專門針對長者及腦神經疾病患者嘅一站式私人服務，好多患者同家屬經常面臨諸多挑戰。腦神經及老年科中心深明，患者同家屬嘅身心需要提供先進嘅治療、舒適嘅環境、細心嘅健康教育，確保每位患者都能獲得最佳嘅個人化治療同護理方案。我哋嘅團隊包括腦神經科醫生、老年科專家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等，佢哋都喺各自領域擁有豐富經驗，共同為患者設計全面嘅治療方案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一個中風後復康嘅病人，我嚟咗 Canossa 3個星期，咁主要嚟呢度嘅原因就係希望可以復康得快啲，同埋有一個正確嘅腳啊手嘅復康。因為我之前喺第啲地方咧已經做咗2個月，但係整體嚟講咧都冇辦法可以做到正常嘅行路同埋手部嘅動作。咁嚟咗 Canossa 之後咧，就用咗啲香港差唔多叫做最新嘅科技，去一啲外骨骼嘅步行復康機械人。咁就入咗嚟之後，其實1個星期咧，我已經可以用到4腳架去開始行路。咁整體復康速度快咗好多。咁嚟咗呢3個星期之後，其實我哋差唔多每日都有個小進步咯。咁由手部嘅喐動啊、手指啊，到真係可以自己正常行，到而家呢刻咧已經係由4腳叉進步到開始用 stick 啦。咁亦都開始做緊喺平衡架上邊咧，完全唔用任何嘅輔助去練習翻正常日常嘅行路咯。我入嚟嘅話，其實應該可以就係坐輪椅入嚟行路出翻去。咁我而家好有信心可以行路出翻去。個分別只係我到底用 stick 啊，定係用4腳叉，還是我可以完全唔用任何嘅支撐就出到去咯。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嚟 Canossa 嘅期望同埋而家嘅得着啦。隨住醫學進步，老年及腦神經治療已經變得非常多元化。好似利用藥物去除腦內嘅異常類澱粉蛋白，以治療認知障礙症中最常見嘅阿茲海默症；又好似利用腦磁力刺激去幫助中風患者重拾功能，再加埋外骨骼機械人訓練，幫助患者重拾活動能力。呢啲技術亦都可以用喺柏金遜症，成效相當理想。中心嘅醫療團隊擁有豐富嘅經驗、卓越嘅專業知識，確保每位患者都能夠接受到專業嘅診斷同治療。腦神經及老年科中心唔單止係一個醫療中心，更加係一個致力推動腦神經同老年科教育嘅社區持份者，好似提供慈善計劃，鼓勵早診早治，令健康樂齡生活可以深入社區。請聯繫我哋或親臨腦神經及老年科中心，了解更多。